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哪边合作阁超别好势，交咧讨论，外界嘛三无涨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阁向伊和郭文哲见面，初步达成共识，毋但合作选总统，阁包括立委的席次。安那侯友宜是强调讲，伊和郭文哲的沟通是真顺利。2024总统大选前夜，阿白合也咧讲，寻求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是同事真多。19暗时表示，已经甲民众党郭文哲2礼拜来见2摆面，也达成初步共识。郭办表示，合作不只是伫总统，更包含议会席次。我目的只有一个，为2300万人民尽忠服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谢谢。可以合作都可以尽量合作。至于说立委立委倒反正沟通没有谈太多。郭文哲表示，平常时拢甲郭台铭开讲，因为伊是台湾重要角色。郭文哲20时提出财政政策，批评蔡政府扣税超过，提出4大方向守护财政纪律。对阿伯如何组成联合政府，郭文哲透露1礼拜对甲国民党来讲，暗过合作免是规划放弃。会规划放弃嘛？所以说，当然，如果跟国民党合作。当然，国民党还是主力嘛，人还是比我们多嘛，这我们也知道。我跟柯市长的沟通一直都非常的顺畅。当然，这当中也许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，我们都可以逐渐把它沟通。马北力求整合，侯友宜是继续路南，20暗时台中竞总成立，台中市长罗秀贤是嘉宾以外，新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到会，营造团结气势。支持清德啊！共同来守护咱两岸啦、大海的和平啦，和平无价，战争没有赢家。罗清德是继续选战的步调，今早陆战友台立委的选情，暗过19罗清德反驳，要去拜访郭文哲的讲法，反对党批评郭文哲讲比惨。郭文哲是公孙笑表示，罗清德这个条件应该是民调接近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